早早，欢迎收看今日8月初3公司大期待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先开始，咱来关心风台气象局是继续针对轻度风台哈戈比发布海上风台警报。今日日时是风台上挖进咱台湾的时阵，全台湾拢爱设置。要跨越那个封锁线，那我们也有公文。为了安全，宜兰消防局高讲，伫咧海边啊耍水的游客赶紧离开。花莲县府也正式公告，袂当进行海上活动。气象局继续发布今年第4号风台哈戈比海上风台警报。今仔日日时是哈戈比上挖台湾的时阵，透早5点，风台中心伫咧宜兰东方海面190公里的所在，强度有小可较增强，桃园以北风雨会较大。桃园以北，还有基隆北海岸以及东北角这一带呢，风雨的状况可能会比较大。因为适逢上班期间，虽然没有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大家还是要特别的注意。不过，伫咧东南部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可能会出现混风。伫沿岸哈戈比就会离开台湾。不过自拜日开始，受低压带影响，天气无稳定。南部甲华东可能有局部大雨。一直到过拜3了，太平洋高压慢慢增强，各地才会恢复热天、温度高、过到西北风的天气。记者综合报道。气象局头早嘛有针对轻度风台哈戈比发布上新的说明。今仔日日时是风台上挖进咱台湾的时，嘛是影响上明显的时，各地拢爱设置上大雨。咱来听气象局安那讲。经过一个晚上，今年第4号轻度台风哈戈比，它的强度有略微增强。而在整个位置上呢，它也目前移动到了台湾的东方，大约180公里的海面上。预计它将持续朝北西往台湾的北部近海移动。因此，今天整个白天预计就是哈戈比台风距离台湾最接近的时候。我们从图上可以看到，台风的暴风圈目前已经开始进入了台湾的东北部及部分北部的海域。因此，气象局今天持续针对哈戈比台风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警戒区域包括了台湾东北部以及台湾的北部海面。我们要提醒大家，受到台风的影响，今天台湾附近的风浪是比较偏大的。在今天一整天要注意的是，北部及东半部的沿海，包括兰屿绿岛。整个在海面上的风浪都是比较偏强，而到了今天下半天，在我们的西南部，甚至澎湖、金门，随着西南风增强，整个西南部的风浪也会明显的增大。要提醒大家，除了海面的风浪之外，整个台湾的沿海在今明2天也可能会出现长浪，因此海上作业的船只要严加戒备，而且在台湾附近海域的活动也要特别的注意安全。那在整个风的部分，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哦，大家可以从图上看到，其实在台风未来在经过北部海面的过程中，距离台湾还是蛮接近的，因此在陆地上也会出现局部的强阵风。要留意的区域就包括了桃园以北的沿海地区、基隆北海岸、东北角以及绿岛、兰屿跟马祖地区，在今天要注意可能会出现9级左右的强阵风。同时，我们也要特别提醒一下哦，在西南风过山沉降之后，东南部地区今天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也提醒东南部的农民朋友要特别的注意。世界乡亲，咱来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苹果日报》。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以疫情严重做理由，甲立法会的选举延后1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谴责香港政府的决定，表示无正当的理由就安尼甲选举延后这么久，香港人可能永远拢无法度去转票啊！来看《联合报》。东油管起股已经半个月，民众已经开3亿5千万，民众开钱，政府出钱，啊，不过业者即马是怨讲，摕到手的农油管要当现金，爱等1个月才领有，1个月无现金通用，压力真大，强要制作袂调。农委会是表示讲，若准顺利，会当改做半个月结一摆销。来看《自由时报》，民进党的立委苏振清牵涉收红包去抄所购经营权的证据。民进党内即马决议讲，若准伊去互法院裁定收押，就要甲伊停权处分。若是安尼，苏振清嘛会失去民进党中常会甲中执会的资格。面对苏娜甲家族甲争议不断，总统府的秘书长苏家全昨昏嘛请辞，伊干那做75天。咱国会逼出立委参像是无分党派集体收红包的见效代，检方目前针对现任的立委苏振清、廖国栋也有陈超明
赵正宇，也个时代力量的党主席曾立伟、徐永明，拢总10个人申请羁押。早暗11点半，无党籍的立委赵正宇以100万交保，伊的办公室主任林嘉琪防收押禁见。若其他的人今日早起9点继续开羁押庭。无党籍立委赵正宇离开的时阵，拢无回答问题。北京侦办立委集体收钱案，台北地检催立案有令赵正宇100万交保，限制出境、出海加大沽。检方提即时控告，伊的办公室主任林嘉琪是羁押禁见。检方找伊先拿禁见10个人，除了赵正宇甲林嘉琪，其他8个人自今仔日早起9点开始接受讯问，决定是毋是采押。一开始是民进党籍立委苏震清办公室主任吴夏强加苏震清，果然是国民党籍的廖国栋办公室主任丁富华加廖国栋。因为这场羁押庭的时间真长，所以太平洋流通公司前党署长李庆良的司机也给伊送药啊来。因为这个是一定要吃的药，没有吃不行。吃10几年，大概吃十几年了。换肾，你先换过肾，所以说他肾脏这个药一定要吃的。代志愈搞愈大，其中苏震清是现任总统府秘书长苏家全的孙仔，身份较敏感。苏家全伫出理的头发事实声明，讲伫最近一直遭到恶意伴乌，互人讲利用这款包庇家族协力，以备守护家己的清白，对造成蔡总统的困扰也真歹势。对此，总统尊重并且准时，秘书长由副秘书长刘建钦交代。苏家全秘书长为了不让蔡总统和民进党困扰，而辞去秘书长，也宣示他守护他的清白的决心。对南亚立委廖国栋但敲明涉贪，国民党主席江启臣马路南补选也做出回应。国民党绝对不能够接受有任何的国会议员、任何的从政同志收贿的事情。决策委员这边是不会处理到党员身份的这个部分。那目前的话，我们是就职务的部分先做停职跟代理的动作。时代力量伫咧过去拢是拍北岸反贪腐，这边党主席徐永明涉贪，对时代力量的形象影响真大。时代力量甲徐永明职务提调，刘义区显地接代理党主席，也讲专案依照党内程序送纪律委员会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咱来关心，昨昏咱台湾阁新增加一个大病入境的案例，是对菲律宾来的。因为最近境外移入的案例直头增加，有人就建议讲，入境的应该全部做体检。按个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讲，目前无按算改变，赶快先针对菲律宾来的做体检就好。国内阁新增一个武汉肺炎境外移入病例，疫情指挥中心表示，475例是20多岁女性，7月3日为菲律宾来台探亲。个案入境时无症状，伫机场采检员到防疫旅馆进行第次检疫。想不到隔两天出现淡薄发烧，伫车里被确诊。他的采检的结果在今日就是确诊哦。那目前就是在住院隔离当中。那有关他的接触者，我目前也正在匡列当中。另外，顶日确诊的比利时工程师感染源也来厘清，指挥中心已经列出个案相关接触者199人，并且全面采检，其中109人核酸检测结果是阴性，其他也来检验为青沙区将进一步展开血清抗体检测。接触者有199位，那199位我们都会去做采检了，那已经采检的192位啊。那还有大概7位待采检了。也有监视中心调整境外体检策略，指挥中心强调，目前只针对菲律宾入境旅客全面采检，政策无改变。对公卫学者建议，第次检疫14天出关前搁体检1摆。指挥中心指出，文献证据显示，国外入境旅客7天内90%爱发病拢发病啊，而且发病超过10天都无传染力。民众检疫了后，若讲有缘无疑虑，会当考虑自费体检做确认。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天气，咱来看上新的温度。
今年第3号的风台新乐克昨昏已经减弱，成做热带性的低气压，对咱台湾已经无直接的影响啊。也毋过第4号的风台哈戈比外围环流会互全台拢有落雨机会，尤其西半部、东北部、平湖有可能有局部大雨，也是大水雨。气象局即马嘛针对桃园以北、苗栗、台中、嘉义以南、南投的山区发布大雨特报。针对台中的山区是发布大水雨特报。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有32度到34度。东南部因为受西南风顶降影响，有透火烧火机会。台东县是黄色的高温灯号，有可能高温会升到36度以上。镜头来南韩中部甲北部拜六礼拜嘛落大水雨，有的所在嘛出现10点钟200毫米的雨量是真惊人。目前各地拢有传出灾情，上无嘛造成6个人死亡，即嘛也有7个人失踪。错头的溪水甲路拢冲破一半，另外一边民众出门前的车路煞变做溪。受到哈戈比风台影响，南韩中部自拜六开始雨变大，有一寡所在是雨量超过200毫米，淹水山崩土石流情形一直出现。有消防人员伫抢救时阵，互大水冲走，也有人互土石台掉的死亡。交通也大乱，火车中北线加太北线全部停驶，岭东线加连接首尔的中央线部分停驶。高速公路真侪所在禁止通行。南韩行政部门昨日早起开紧急会议，紧急疏散400人。首尔的情形也真惨，昨日地铁站外口淹水淹到敢若鼻啊，江南地区情形也同款。气象厅警告，雨会落到拜二，首尔有可能出现1点钟100到200毫米的雨量。另外，伫美国南加州是发生大火，演是请到天顶起日，洛杉矶东部樱桃国，伫当地时间31下昼5点，就那开始导火，烧的面积自原本700英亩扩大到2万英亩，面积差不多310座大安森林公园。目前差不多有2500户8000位居民撤离。消防部门出动6台直升机、上8台消防车，验过火敢若拢无变碎，好加在无人员伤亡，导火原因也搁伫咧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全世界武汉肺炎疫情也伫增加，即马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800多万例，死亡人数嘛超过68万人。咱来看详细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加1例，目前咱台湾是475例，中国病例有84000多例，香港有3500多例，日本已经超过39000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巴西甲印度。美国已经超过481万例，巴西超过270万例，印度超过175万例，伫俄罗斯有84万例。欧洲的国家，西班牙超过33万例，英国超过30万例，意大利是24万例。来关心国际顶头疫情，因为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疫情也未收煞，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宣布讲要继续维持国际公共卫生的紧急事件。菲律宾疫情即马是真严重，过一日就加要5000例。新冠病毒疫情继续严重。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全球累计确诊人数已经突破1785万人，超过68万5000人染病死亡。世界卫生组织 WHO 初一宣布，维持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秘书长谭德赛讲，这是100年罕尼看到的卫生危机，而且疫情恐惊会影响几10年遐尼久。The pandemic is a once-in-a-century health crisis, the effects of which will be felt for decades to come. Most of the world's people remain susceptible to this virus, even in areas that have experienced severe outbreaks. 菲律宾初一通报新增加4963个人确诊，创下该国疫情爆发以来单日通报的上悬纪录。全国累计确诊9万多例，2039个人过身。首都马尼拉宣布延长防疫限制到8月中旬。总统杜特地讲，中国会优先予因疫苗。Priority to the Philippines once the COVID-19 vaccine is successfully developed, said spokesperson Wang Wenbin at the regular press conference on July 28, 2020.
以色列大城耶路撒冷，且有几啊千人聚集伫咧总理纳坦雅胡的瓜体，爱伊落台。以色列政府伤早放任地区疫情失控，佮加上纳坦雅胡面对贪腐的指控，示威人潮已经连续出现几啊礼拜，一点啊拢无减少的现象。德国的首都柏林，且已出现上万人上街头抗议政府实施防疫限制措施，剥夺因的人身自由。大部分的人拢无管警方的提醒，无保持社交距离，嘛无挂嘴罨。德国互人公认防疫相对成功，也毋过最近感染人数快速回升，专家烦恼第二波的疫情就伫要爆发。记者林浩如整理报道。那日本的疫情嘛无转好趋势，已经烧连续4天，逐天拢加冲外例。东京最近逼出来病例，拢是顶个月连续假期的时出门去佚佗去画到的。所以日本政府即马嘛宣布讲，真侪所在因的防疫措施要变严。日本初一新增加1536例新冠病毒确诊。镜头来去意大利外海的小岛吉里奥岛，对疫情爆发较大，只有蓝山的案例，而且拢是对境外来的，并无本土病例。有流行病的专家即马就真好闲，即马要伫这粒岛做研究，看因到底是运气好，也是基因好，为怎样遮拢无本土病例。伫咧意大利西北部托斯卡尼外海吉里奥岛，当地徛家照几啊世纪进前所起的炮瑞遗迹，一间接一间是起甲真远。岛民佮关系伫咧巷仔来开讲，啊，毋过新冠病毒的疫情发生较大，吉里奥岛总共敢若5个确诊病例，而且全部拢是伫外口来的。Sono venute delle persone che erano positive, che si sono anche ammalate, credo 5 persone, però nessuno è stato contagiato. 到底是运气好，还是岛民基因好，抵抗力较强，嘛引起大封锁期间，拄好封调伫咧岛上的米兰大学流行病学教授穆提的好闲，对岛上723个居民来进行血液的检测。The first hypothesis was that there was not enough viruses coming to the island, so the people were exposed to a small number of virus, low viral load. The second one was that the virus had the subtype of virus didn't have enough power to diffuse in the environment. The third hypothesis was that there was a potential cross-immunity activity here, so the people was protected against the infection. The last hypothesis was that the population here, partially segregated for many years, develop receptors for the viral spike less active. 穆提教授研究还佫一段时间，才会当有全面性的解答。啊，毋过对岛上的居民来讲，因感觉大应该是对健康有利、无受污染的自然环境。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国际上还佫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共和党宣布8月底全国党代表大会因为防疫的关系无开放媒体，这嘛是史上头一摆总统川无法度利用媒体来有关家己的声势。美国总统川放调讲要封杀中国的 APP 抖音，澳洲的媒体嘛报讲，澳洲的总理嘛要求相关的机关去调查看抖音敢有安全。武汉肺炎的疫情也在滚加，真侪国家的政府官员拢去互画着。科索沃的总理嘛讲，伊嘛去互画着啊。目前伊伫厝内隔离2礼拜，会伫厝内办公。镜头转来，咱国来关心，咱台湾逼出本土病例，是一个感染源不明对比利时来工程师，伊来咱台湾食头路已经3个月啊。疫情指挥中心讲，伊来台湾进前就捌出现过食无味、鼻无芳臭的症头，有可能伫迄个时阵就去互画着啊。国内顶日，佫增加一个感染源不明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个案是20多岁男性，来台工作3个月，比利时工程师。疫情指挥中心调查发现，伊3月伫比利时捌出现鼻无食无味，真可能是伫海外画着。也毋过有专家表示，目前欧美人士入境甲伫厝检疫期间拢无实施体检，有一寡无症状也是轻症感染者，可能安尼行入社区。加上外籍人士定自回推测本案感染源应该是伫台湾。
台湾跟外国人之间的交友圈子还是不太一样，所以这时候就会造成他们可能大家都是轻症都没有症状，可是这种的病毒在彼此之间传播。不过有专家也有无同款的看法，认为新冠病毒伫体内要完全排出，需要较长的时间。个按 PCR 核酸检测是弱阳性，血中抗体 IgM 是阴性。IgG 是阳性，代表感染时间较早，有可能来台前伫比利时就去挖着啊。IgM 阴性、IgG 阳性的话，通常代表它可能是2-3个月以上的感染了。那从这个综合的资料看起来的话，这个比利时的个案可能在境外感染的可能性比较高。指挥中心强调，本案也来厘清感染源，暂时无归类是本土还是境外，因为最近先后传出日本女学生泰籍药工加上比利时工程师等3例感染源不明的案例。指挥中心宣布，包括电影院、补习班、电梯、读册中心、KTV 等密闭空间，一定要挂喙罨，以降低社区传播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再来政治消息来关心。高雄市长的补选剩无2礼拜，总统蔡英文继续以民进党主席的身份去替陈其迈徛台。国民党的李碧珍是找新北市长侯友宜去救声势，哪力拢在拼气势。民进党的吴益政是去台北参加民进党的党员大会。国民党立委初二早起加入党员全体落南高雄，担任市长补选候选人李美珍的分身，替伊到各区扫街拜票，展现大团结气势。也不过用高加级党员才会当号召所有立委补选，敢是因为有委员配合议员无管，立委就晚安后人。不会，没有，就是说，因为我们也会有一个党团大会，大家讨论一下怎么分配，对，还是有要开会讨论，主要是大家一起下来，对，就展现一个团结的气势。拜来高雄因为补选变得闹热凄暗，总统蔡英文以民进党主席身份替陈其迈徛台，展现中央甲地方共济电视决心。看到李碧珍找立委来大造选区，陈其迈认为也是爱家己来较好。候选人本身很多事情还是要亲力而为啊，像跟市民的接触、拜访，这个都免不了了啊。市民的困难，市民的期待，我们都要帮市民来努力达成。难得拜六找大咖来徛台，民众党初二下昼是开党员大会，候选人吴小静也就报参加会中批评，难得执政下的高雄20多年来哪来那歹。我们曾经有高雄的光荣感，可是，在那个结构之下，让我们高雄的负债成为全台湾最高，让我们的薪水最低。空气品质最差。随着补选进入最后阶段，3天行每礼拜六加强党员造势，候选人之间拼甲真厉害，希望会当伫选前抢更较侪地上选票。记者综合报道。就这场头党画面看到的昨昏，民众党是举行党员大会，党主席郭文铁讲，咱台湾目前压力斗争，所以民众党要进行第2波点阵的革命，要以合作取代对抗。自本民众党阁烦恼讲，党员大会人无够就开袂成，尾啊人数有下过标准。截至2点20分，我们实际到场出席人数2610位，委托书人数2531位，共计5141名，已达法定开会人数。真侪民众穿着白色顶衫，坐伫体育馆内底表达支持。去年成立的台湾民众党下晡伫桃园顺利完成政党法2年内要召开一摆党员大会规定。党主席郭文铁伫书时讲到，民主前辈推翻万年国会，推动总统民选，建立台湾主体意识，这是台湾头1波的认真革命。不过，即阵政治2党恶斗，造成国家空党，必须展开第2波的认真革命。建立共荣社会，实践国家治理。只要符合台湾最大利益、人民最大福祉，民众党团在法案和议题上可与不同政党、不同委员合作，与合作取代对抗。郭文铁讲，顶届会期在国土计划法、公卫司法、纾困预算、考监人事，民众党团拢会用理性文证代替相拍冲突。这种理性务实的文证方式，虽然减少一寡媒体注意，不过对台湾整体有帮助。伊也讲，除了建立共融社会，这阵政府效能无好，财政纪律纪律，文官体系帮派，所以会分2部分来推动国家治理。宪政改革的议题，包括18岁公民权。废除考监2院，都是我们持续倡议的目标。蓝绿2党不敢碰的居住正义、矿业法、
我们通通都会处理。花文提讲，这摆上主要任务是通过党章修订建立党代表制度，制度建立了后，民众党才法度真正上轨道，才法度更加有效率广纳各方意见，推翻乌金派系、意识形态垄断的台湾政治。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的市议员张建东规口罩食中药，食甲严中毒，摕因食的中药去化验，发现内底拢是重金属，而且更有掺禁止使用的红银珠。卫生局是讲，即马要冻发这间卖药的诊所甲医生。台中市议员张建东规家进前发生严重毒大病院，台中市卫生局甲食出的药包采样化验，初二抽验结果公布，健保给付的中药化验合格，不过自费药材内底水分甲盐这重金属超过标准，其中盐的含量达到15281 ppm， 比30 ppm 的标准高真多，其中甚至含有禁用的药材注射。第一次去稽查的现场，的确他也有做箱包。他有提供给我们看，是后来才坦诚，他有用在病人的中药上。卫生局调查问题出伫个自费药物内底，除了有未用使用注射，重金属含量也超过标准。而张建东表示，这款药啊是特别请诊所院长卢世明开立的保养性中药。规家包括前议长张凤莲拢食3年到5年不等，而院长卢世明也承认，除了加禁药注射，也无加另外加入的药材记伫个病历内底，卫生局会来给冻发。我们也会违反医师法第12条来裁处。然后此外呢，他用到一些药物，可能是属于不合格或者是被禁止使用的部分呢，那我们最高也可以裁处50万的一个罚款。除了要给冻发以外，院长卢世明也被依照违反医疗法和上侦办。调查过程中，也另外有一名获认人，也是食这间诊所的中药发生严重毒。卫生局讲，总计到即阵有9个人受害。消保官是表示，不排除来进行拍团体官司。我们会协助他去做求偿。那当然，如果人数达到20人的话，我们会协调消基会进行团体诉讼。是毋是有更加侪人受害？卫生局讲正在进行医疗调查，有中药包含有科学中药甲其他药材，是多种药材重金属计量也会复验。而诊所院长卢世明除了停业以外，煞来会送医师顶界委员会，相当会被撤销医师甲职业执照。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六甲昨昏发生放火案，造成一个80多岁乌子桑重伤。警方调查发现，凶手竟然是甲这个老阿公带做伙的金孙。嫌犯开车来到加油站加油，无想到这汽油竟然是要摕来烧厝的。台南市六甲地区一个徛街，初二天要光发生火烧厝，一个80多岁阿公双脚被烧着伤，送病院。警方调查了后，发现案情无单纯，伫高雄高山抓到嫌犯，而竟然是伤者孙仔。我们了解是跟家人长期不睦所产生的家庭纠纷。屋内有1名，据了解是嫌犯的爷爷，他受伤送医。红色鸡头门也留伫案发现场，嫌犯放火时，滴着鸡头门也维修跳装，方抓到时阵，车顶要2桶汽油，是传要去其他厝底人住的所在放火。这款因为家庭纠纷引起的社会案件，毋是头一件。医生讲，长期家庭袂和，可能会造成真侪负面的影响。其实他们如果没有办法处理的时候，就容易会出现一些创伤反应。那些创伤反应，它可能借由一些压抑啊、否定自己啊，或者是一些负面的一些想法去做处理，容易合并一些情绪方面的一些问题。医师提醒，若是发现厝内底人因为家庭袂和而失眠、心烦这状况，造成情绪的问题，应用关心身体状况这方式，可能去看医生，以免发生不幸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上头，咱台湾将蓝花的技术全世界闻名。屏东科技大学邀请海外青年去看蓝花育苗场，帮这海外学生会当了解咱台湾的农业技术，来促成未来的国际交流。蝴蝶兰的那个花梗的生长点。这个来自马来西亚的高生，在屏东科技大学的安排之下，来到潮州的蓝花育苗场，对公司的营运、培苗技术、外销通路，拢有专人解说，可以当实际体验，互有心想要做蓝花叶的同学，会使学到真多。管好气温哦，然后还有它要植物所需要吃的什么营养那些哦。
台湾相对来讲，就是农业这一块技术方面是比较好的，所以他们马来西亚其实蛮多学生都想要来学相关的技术。那我们这一次就是配合农委会的一个侨生的职涯探索计划，带他们去参观很多台湾非常顶尖的农业。国内兰花业者表示，目前兰花产业还未进军马来西亚市场，透过和这个学生的互动。我对靠未来双方有合作的机会。公司也最近也发现，马来西亚这个市场好像也算是一个还未开发的一个状况。那我们也希望这次跟学生的一个近距离的接触，让他们了解我们台湾这个蝴蝶兰。配合政府积极推动的新南向政策，每年拢会办理海外青年技术训练班，安排海外学生来台湾读册实习。希望这群校友学生回国了后，唔但会使甲学到的农业技术甲发扬光大，也是国民外交上好的模范。记者综合报道。海面上的养殖业者拢会用大粒圆的玻璃笼来饲蚵仔，不过玻璃笼无环保。即摆有科技公司开发出会当分解玻璃笼的机械，分解了后，这灰嘛会当摕来做利用，会当来做拍电脑用的骨器甲键盘。把拄位沙煲拼回来玻璃笼，放入去这台机台内面，玻璃笼随着分解啊。这是科技公司专门研发，会晓先甲玻璃笼加好脆，过20节，然后再个分解溶剂的机台。利用溶剂呢来把这个海贝的这个保利龙把它有效的把它的体积减少90%以上。那减少体积对我们来讲是说，我们可以帮助离岛运回这个本岛处理的这个运费可以大幅度的减少。中国福建沿海和金门外海的养殖业者，常常利用这种大型发泡的玻璃笼来饲蚵仔，但这种玻璃笼也正做是海洋废弃物，因为无法度回收，转掉伫咧海波。金门县平均一年就有20-30吨的玻璃笼，即阵有这台分解机，金门县估计2年内就会使消透这5年所累积的玻璃笼数量。因为现在野蛮场已经囤积了差不多100吨的保利龙，所以我们会优先把这个囤积的保利龙做一个处理，所以呢，它1吨的桶时可以溶解大概将近700公斤的保利龙。未来县政府拍算要配合拼海波的活动，把这台机器塞去海波边啊，随伫咧现场分解，再佮甲分解了后的溶剂送去工厂，做成电脑的模式和起步，减少环境负担，也创造循环经济。记者综合报道。今年17岁的王冠华对工业科做电子零件伊真有兴趣。去年报名劳动部办的太阳能供电技术应用班，经过半冬的训练，伊即马考到1级的证照，嘛正做咱全台湾上届少年的1级技术师。不管是说太阳能板、航管，也是配线，拢可以袂倒。伊是今年才17岁，成功大学附设高工资讯科2年的学生王冠华，前1摆才拄考到太阳光电设计1级技术师的证照。辛苦了，甚至我看到机器在运转的时候，会觉得很有成就感。王冠华自细汉就爱读茶角仔、算机器人，也斗电子产品。伊对工业科一向真有兴趣。去年王冠华参加劳动部办的太阳能光电技术应用班，训练半年了后，顺利考到1级技术师证照。王冠华伫咧班上唔惊失败，搁来学习，老师对伊的印象真深。一般人比起来，他是花了更多心思来做这些事情去做理解。那他这一次考证照的状况也是全部表现最优良的，也是时间最快完成的。加考1张证照，对职业学校的学生未来要找头路加减有帮助。王冠华讲，摕到人生头1张证照，正做全台湾上少年的技术师，这只是头一步。将来伊要继续精进，累积专业能力，拼出家己的一片天。记者综合报道。体大大车拼，因为疫情的关系，东京奥运延后1冬，为着要让选手保持比赛感觉，体育署加国训中心办比赛。昨羽毛球世界球后戴资颖对男子的选手林家环，前2局2个人平手，那第3局戴资颖赢。脑袋的判断。镜头来台南认得的成功里，牛头仔车头是最近一个真情的景点，甲乡亲咱做伙来去。过境顶一响，民众搁坐伫铁路顶原来翕相，但是煞无火车来。原来这是台南仁德成功里新的景点——牛条仔车站公园，铺设的铁路
简单的月台顶场景，拢是完美呈现。民众笑讲，这是唯一伫铁路顶管翕相未去用发的所在。这车站其实让大家就是有一个参观的景点，然后本来这边是比较是一个安静的社区，那因为有这个车站之后，大家其实参与度都很高。小孩对这种铁路的东西蛮有兴趣的，就带他过来看一下，对，还不错，有个地方可以走。哎，对，这是上安全的所在，所以当留一下小朋友小时候的记忆，要不然现在铁路都地下化了。伫荒地搭设出一座有条仔车站公园，规公于林德新公里场的卡水营造，占地198平的车站，材料大部分是拢民众提供，或者是少数来购买，甚至就连铁路同意工程的物件嘛出现伫这个公园。我带着劳动者，配合在地这所有好朋友，才出钱出来技工。我们经过这样的营造，能够跟奇美博物馆、石鼓文化村、海棠造林地，甚至周遭的一些景致观点，我们把它做一个结合，做一个旅游的地图。好，让民众来这会当半日游，会当一日游。景点北航，大连交通部长林佳龙嘛为车站公园主持启用。郑清儿是讲，自造特色景点是要活络社区的经济。北航是意外，未来嘛会继续来扩建，保留原始的铁路造景。感谢大家协助完成这场造梦的计划。记者郑混蛋报道。在镜头来家己，县内义德乡溪州国小学校趴园已经14栋，囥咧用的这学校教室可能嘛产生治安甲安全的问题，所以地方政府是希望讲要甲建筑物拆掉了后，甲这土地互乡公所。个当地村民是希望讲唔好拆，希望利用地方的元素来设计，来保留这一间由村民做伙起的学校。空空的教室只剩烟灰的桌啊，甲壁顶头搭的物件。家己县义地乡的溪州国小传出可能要拆掉的消息，这互村民无法度接受。阮当然是阮大家11日拢讲拢爱保留咯，哦。我们真的对这个地方真的有一份特别的情感。溪州国小伫民国53年的时阵，伫村民的合作之下起来，却伫咧95年的时阵，因为少子化的原因来废校，考虑到使用年限的问题，教育部有拍算要来拆除教室，村民是希望会用保留佮利用。做这村民，阮爸爸包括拢用牛车去载迄土一车一车安尼吞起来。惊关门来啦，即摆就是讲有诶算讲歹去吼，迄条有诶歹，厝顶有歹，惊去缀着人。这无要紧，这因无阮庄诶人较大家来迄个募款，来整理安尼，整理好势，麻烦安尼讲会当互咱保留起来。溪州社区发展协会嘛表示，教室的空间会用多元利用，唔但用增加长照的服务，嘛用结合在地双税的产业。目前的目标就是要先甲相关单位来协调，保留学校的建筑，未来再来思考重新利用的方向。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若暗时暗暝暝有法度安心放心行伫路顶，拢爱感谢这有路灯。行路每一趴路灯，其实拢有一个专业的修理员在照顾、在看顾。台北市就有一个路灯的维修员，伊已经有23档的经验啊。若因一组人爱顾偌济趴路灯呢？因一组人爱顾4500趴路灯。徛伫咧3公尺悬，手举钢推咧修理路里的电火。路顶维修员靠一条安全绳啊，伫咧半空中咧做工课。林先生做路顶维修员已经23年，真熟手甲电线接起来。平常时若接到通报故障，工程车就爱随出动，就连风台天、透风落雨，要是爱赶紧去修理。是说台风过后有没有，就是灾情最严重，那大概都要花至少1到2个月的修护期。高空有没有？有时候风大有没有？这样上面晃动的非常厉害。但风雨交加会容易怕有触电的情形会产生。那个自己要小心。路顶维修员一组2个人，逐工负责顺大安心灵公园4区位啊，北边到市民大道，东边到敦化南路，拢总4500外支电火。伫伊负责的范围内底，几啊千支路顶的配置，拢伫伊的头壳内。这个工课毋若高风险，上班位下晡1点到暗时9点半，是无介轻课。很少9点半下班回到家大概11点，小孩子都去睡觉了。大安、文山、信义步道的山区，像前几天这个雷雨打雷的时候，山区的路灯就比较容易受损坏，有的时候要调派市区的去支援。台北市目前的路灯差不多有14万支，维修人员毋若市内，嘛爱入去甲深山拿来支援，唔惊风唔惊雨，搁爱伫咧真悬的所在做工课，都是为着要确保每一拍电火拢会到，甲市民要转去厝里的路笑好光。
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咱来看时代的改变，进入数位的时代。传统的报纸、杂志拢真恶生存，也毋过文化评论家张铁志甲伊的朋友做过，即马推出一个新的文化杂志，而且是下文化领域的媒体。Verse 杂志发表记者会现场，坐甲满满真侪支持者。创刊号推出3种封面，内容包含各文化领域。来到宜兰发展的建筑师黄成万是创刊号亲历访问的人物，伊来到现场分享对土地看法。伊认为台湾的土地是属有未来，什么人拢无应该伫这个时阵向单一方向来用尽，应该留下一寡什么物件互未来。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国土计划跟系统啊，大多数是基于善意防堵这个，可是过度的定义或者是设计，常常变成最大的阻碍。这本文化杂志在疫情期间调办，新监社长甲总编辑的文化评论人张铁志讲，文化创作艺术是文化，团队也想要甲流行音乐、日常生活、环境这价值该包含在内底。伫数位时代推出传统的纸本杂志，张铁志讲会经由深度报道、特殊视觉设计来呈现纸本的特别魅力。纸媒在这个时代还是有它特殊的意义，特别是杂志这个事情，因为杂志我觉得相对于现在每分每秒的新闻跟书本之间，其实杂志是一个比较有系统的对当下议题的深度回应。为了生存 ，Verse 杂志希望对准分众市场推动订阅制，即阵订阅人数大约1000人左右，不足的意愿爱用广告收入来支持。为了兼顾品质和成本，是以商会刊方式来发行。记者综合报道。那传统文化嘛爱保存，云林西地进行歌戏班，前一阵啊，因伫社区大学做成果发表过，因想望少年辈买当来学歌戏，安尼歌戏才袂断去。声音大白，唱调爱抓好准，长音也爱长了水开。这寡眉眉角角对云林县西里镇正兴歌戏班的学员来讲，拢是平常时演练的重点。就连脚步手路拢爱调，就会使知影正兴歌戏班的学员对这次要伫咧平原社区大学举办的成果发表会演出有寡尔注重。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歌仔戏，喜欢看杨丽花的歌仔戏，像他们的服装、戏服，还有头套，还有他们的身段，他们的歌声非常让我着迷。正兴歌戏班是云林县头一个社区的歌戏班，为着保存台湾传统戏曲的文化，正兴社区利用文教基金会和平原社区大学不垃圾歌戏的指导老师也帮戏剧内底劝人卖做歹代的故事，会当带团。有这个中校职业团，还有一个因果循环，冤冤相报。也许的有的人就较唔敢去做歹代志啦。歌戏的艺术深入社区，和社区的这个歌戏观众会愈多，然后咱会把这个种子播下去，就是要向下扎根啦，不过，指导老师认为，即马真侪国中和国校的学生囡仔已经无啥会晓讲台语，听有的人也愈来愈少。因希望台语会使透过戏剧保存，也望生活中继续有使用台语的环境，安尼歌戏班费心神演出的成果，才通有观众支持。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跳舞，尤其是跳这肚仔舞，拢是查某的较侪。毋过伫北规突尼西亚有一个27岁查甫人，伊真够跳肚仔舞，而且嘛吸引侪迷众。毋过伫突尼西亚，因的社会较保守，即款行为总是互人忌忌妒妒。伊毋但安尼，全家厝内底人袂下，伊嘛捌互恐吓过。毋过伊讲，伊既然选这条路，就会直头跳落去。我目镜问过挂破链地帽啊，阿贝德准备上台。得到音乐伫咧台顶游，阿贝德是北非国家突尼西亚正罕见表演肚仔舞的男性。伊想要用专业的舞蹈打破阿拉伯保守社会性别观念。كيما بابا كيما علاقة الزيت والماء ما يتفهموش كيما واحد فوقي ولا لا خلوط ولا العكس ما تفهموش. جا عندي برسك عام ما حكيناش مع بعضنا خاطر يشوفني يجي اسم العائلة الكبير طيحته في الماء. 27岁阿贝德自细汉就爱跳舞，大汉了因为伊是男性，这项兴趣被拔断。
入去伊的房间就知影伊偌爱水，壁顶有搭真侪甲时装有关系报纸杂志。阿彼得伫咧大学时阵主修产品设计，尾也是决定要跳岛在报做职业。为着伊的梦想甲做内人关系无好，有人寄互伊穿的相片威胁伊的性命。هذيك مشيت نشكي قال لي ما انا رئيس المركز قال لي ايش تحبي نعمل لك بعدين تخدم في شطحه متاع نساء 2011年阿拉伯结束了，突尼西亚将权超过20年的独裁者班阿里落台，民主路行甲摇摇摆摆，面临高失业率、经济无好，也个连续恐怖攻击的挑战。突尼西亚被认为是阿拉伯世界唯一的民主国家。但是世俗的观念甲保守的伊斯兰主义的界线也个伫咧。不过阿彼得正乐观来讲，伊也有受到真侪粉丝的支持甲鼓励。既然经这条路啊，就要坚定的行落去。记者综合报道。英国拢有几百万人去参加的麦加雕像，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规模规个救水器只开放1万人左右，所以德国也专工研发出虚拟的雕像软体，互无法度到位的人来当感受现场的庄严。受疫情影响，今年麦加雕像实施严格社交距离，全部拢爱挂水烟。沙特阿拉伯甲规模救到1万人以内。所以今年伫咧大清真寺内面天房时时阵，人袂真溃。往年拢有来自全世界上8万的穆斯林到现场，因认为伫咧朝拜过程会让得到上瓦群神圣的感受。The place which harbors the Kaaba, the first house which was built for mankind. The place toward which Muslims, wherever they are, face their prayers. 德国一间科技公司研发一种新的线上朝拜软体，互信徒伫咧线上朝拜。We don't want to alienate Muslims by doing a wrong Muslim prayer animation, so this suit helps tremendously with this. We have 4 male characters and 4 female characters. 科技公司伫咧10年前就这种想法，就是现现活动体验穆斯林的生活、历史甲敬拜仪式。所以动画情景看起来敢若是伫咧耍游戏。伫咧研发的时阵，也无想到讲会发生疫情。为着不引起争议，也强调这只是代替性变通的方法。Products like Muslim 3D has gained more popularity because instead of traveling there, you can just open your device and visit the place virtually. I don't think it will be a substitute for going on an Islamic pilgrimage because it's part of the ritual itself to be physically there, to wear the clothes, to visit the places that have religious significance for us. But it's definitely a tool to have this alternative to visit this place. 沙特阿拉伯目前是中东疫情上严重的国家之一，考虑到伫咧往年麦加雕像拢是人挤人，时间真长，若是无规范，可能会互疫情更加严重。规模救水也创历史上上少人参加的纪录。新冠病毒疫情造成全世界公卫危机，感染死亡，大家拢伫咧发生，真侪人需要宗教力量支持。线上朝拜虽然人无伫咧现场，掩护也是另类的实体方式。记者综合报道。环境爱关心，因为环境会影响咱人甲动物。世界自然基金会上新的研究，讲有要挖30亿只澳洲的动物，地震前澳洲的火烧山无名气，无就是受到伤害。无尾熊即马已经红列做有消灭危机的物种，可能伫2050年会消失，所以专家即马拍拼咧救无尾熊。无尾熊享受因上爱食的食物，澳洲东环尤加利树一年比一年较少，无尾熊的生存环境面临严重危险。保育人员用无人机配合暗外线影像分析科技，追踪藏伫荒郊野外的无尾熊，提悬因的生存纪律。You fly the drone over an area, and you do it while the ground is cooler, and then the heat of the animal pops up.And you can see the shape of the koala basically. 不只是大所在因为军队发展被破坏，也个面临汽车路杀、野狗攻击、皮衣菌感染者疾病，也个气候变迁的威胁。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已经将无尾熊列入易危物种。澳洲6月一份国会调查报告指出，生长伫澳洲东环无尾熊恐惊到2050年就会灭绝。2019年到2020年发生的澳洲野火，恐惊互因灭绝的速度更较紧。I saw these videos of basically, koalas being burned up and people trying to rescue koalas. And as soon as I saw it, I was just like, oh, I
I'm not going back to California. I guess I'm going to Australia because, I knew that my infrared drone could save countless number of koalas. 世界自然基金会也认同，利用红外线无人机追踪无危险是一大突破。以后技术提升，成本下降，无分日时暗时，能够较正确追踪无危险的野只。It helps us in our campaigns to call for new protected areas like national parks or indigenous protected areas. It helps us to ask or campaign to government, don't allow that forest to be bulldozed or chopped down, because that's the number one threat at the moment. 世界自然基金会委托澳洲几间大学科学家研究，7月28发布的报告指出，2019到2020野火，不只是现代史上上惨的野火灾难之一，更互将近30亿只动物死亡，或者是流离失所，是进前有过的3倍。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来关心轻度风台哈戈壁，即马强度有略略增强的趋势。伊的暴风圈已经进入台湾东北部的海面，对东北部的海面，还有北部的海面，拢已经产生威胁。所以乡亲这2天较莫去海边较安全。另外，受哈戈壁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咱全台湾拢有落雨机会。气象局已经针对11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那东南部因为受西南风沉降的影响，有透火烧风的机会，所以爱细致请高温。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2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2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2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4度；外岛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4度。咱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详细收看今日公司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众请顺心，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个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蕉。今仔日我要来讲一项我感觉是近代上厉害的发明。咱大家的生活拢会用到的技术，就是网络。网络汉字写作网络，罗马字写作无红网，罗乌路。网甲路拢是第7条。网络是20世纪尾人类透过电子、无线、光纤这个技术，互资讯流通、分享的科技，亲像一领通光的网仔，伫顶面，咱会当去所有咱想要去的所在，路草真通透。要入去网络的世界，咱就要先上网。我细汉时阵要上网，主要拢是用电脑，佮爱先敲电话，听到咧连线的声音，逐摆拢等到你要困去，才会使开始上网。那手机也是上网上界利便的家私，已经真做是现代人袂当欠缺的物件。
像咱会用手机上网生验修正，有时阵一算就掉伫遐几啊点钟。哦，谢谢。啊无就是去真济网站捞看看咧，像咧世界共款，要买啥物拢真利便。我看一下吼，啊你看这旧大。买衫有人直播穿互你看，买食的嘛有真济通拣。咱伫网络时代大汉，嘛会伫网络顶面交朋友。不过要甲网络顶面熟悉的朋友见面，一定要注意安全哦。网络上利便嘛有一寡歹，像讲变身仔会利用伊来甲人骗钱，因为伫网络顶悬会使用假名，有人会偷摕别人的相片，甲人拐钱骗感情，真可恶。手机上网这么利便，历史大个人身躯不时甲炸掉掉，连咧行路、驱便所、坐车、行路、驱便所、食物件，甚至困袂去的时阵，嘛咧回手机啊。今朝建议大家，还是爱专心生活，较快活啦。溜、网络、光纤。通光、上网、手机网站，咱逐工一句伫网络顶面嘛会使收看哦，紧分享互亲戚朋友上网学台语。今仔日的逐工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摆再会。